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当三甲做伙来亲近咱的上帝。邀请你将你手机关做震动或是关机，嘛欢迎每一个伫观看直播、直播的这兄弟姊妹，咱会当陪伴咱的心，将咱身躯边的电视也是收音机先甲伊关起来。咱三甲伫安静的中间来亲近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是配伫咱来娱乐的上帝。伊期待咱每一个来到第一面头前的人，拢着爱欢呼、唱歌来娱乐伊，因为伊是配伫咱的娱乐的上帝。因为伊对死人中搁活，通过耶稣基督，搁互咱看见，咱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妙，嘛互咱看见顶头生的人会当搁一摆伫伊面头前，用伊的生命来迎献上帝。所以邀请你做伙起立，咱做伙找5个朋友，甲伊讲，甲你做伙来娱乐上帝、敬拜上帝是何等的美好。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胜利与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胜利复活，你要震动。歌词非常的水，特别伫副歌的时阵，伊讲：你要震动，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我相信，当咱会当来亲近伊的时，咱拢爱去经验着上帝伫咱的生命中，要安怎通过咱的生命来看见这个世间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当你唱的时阵，你就抱着信心、娱乐的声，做伙来娱乐咱的主上帝。咱个一边对头，做伙来吟。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胜利与复活，你要震动天地。赞美主，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用我们的掌声来荣耀归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尊荣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开口赞美神。你一定要开口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阿们。所以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你要把手举起来。当你的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在家里面，在灵修的时候，你都能够愿意跪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主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直在神的面前学习，将我们的心摆上。愿神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对我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将咱的手举起来，甲主讲：主啊，我要伫你的面前，将我的心、将我的生命交予你来敬拜上帝。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敬拜。咱做来拍鼓来。哈利路亚！咱的主是俄勒的上帝，是配得咱来俄勒的上帝。阿门。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就用喜乐的心，用俄勒的声来俄勒咱的主。甲你边的人讲，你就用喜乐的心，用俄勒的声来俄勒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耶稣我的主，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对我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来俄勒主，哈利路亚。俄勒耶稣我的主，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对我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对我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归了敬拜，我的主也去相求，我的主敬拜。主啊，我也去我的双手，我要来学了你，因为我知你是至大至权。至尊满有能力的主上帝，主啊，当我来到主你的面前，我唔拿举起我的双手，我嘛要将我的心拍开。当我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我相信，当我甲主讲，主啊，请你来，你要进入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认定主你是伫我生命中上大的事，就是会当互我来认捌主你。恳求上帝你帮助我。互阮的一生尊主最大，唔但认捌你，我嘛要学习羡慕你，甚至来服侍主、服侍人。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赏赐阮气力，互每一个信靠主你的人、认捌主你的人，拢会当倚靠主你，会当过得胜的生活，甚至互阮的生命会当得胜，更较丰盛的生命。愿上帝你赐福阮，真做阮的帮助。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真做上帝你所蒙恩的囝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最大的事是认捌你，伫一生中。最大的
请咱做伙来祈祷，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你，唔来当更较深来认捌这个上帝，嘛，互你的生命会当伫认捌伊的中间，更较羡慕，更较渴慕，互你的生命会当真实，互圣神来甲你带路，互你的生命唔是靠家己的气力，乃是靠着圣神的气力来行无可能的事，是你感觉无可能，但是是上帝所要行，凡人事拢会当行的事。求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当咱的生命认捌伊，当咱的生命开始羡慕伊，我相信你的生命嘛要搁一摆伫主的面头前决志，甲上帝讲主啊，我唔那要羡慕主你认捌你，我搁较要服侍你，传扬你的福音，互我的亲人，互我身躯边的人，互我做我还搁袂捌主你的人来认捌这个福音甲信仰。求上帝帮助咱。塑造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真做有五望、有气力的人，真做一个主所欢喜的子弟。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你。阮宣告讲，阮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唔若拣选阮，你嘛意爱阮的生命会当来荣光上帝你的名。阮知伫你的圣殿充满主你的荣光，同时阮的生命嘛着爱去互上帝你的荣光较超越过。佫会当互人看见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所行的新约奇事。主啊，阮知，阮毋是要成做一个软正的人，阮反倒当阮要倚靠主，伫软正的中间，会当拿来拿坚强，为主你来做美好的感情。恳求上帝你修赐阮，赏赐能力、智慧、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荣耀神而活，为主而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咱的内心，互咱的生命充满着圣神的气力，来为主来做美好的感谢。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生命现在来掌权运行，
万民。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到灵里都欢喜，就从你献上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一个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就从你献上来掌权运行。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快乐，是通过圣神不断伫阮的生命中间运行，那亲像江河相款，是活水的，是活的，是有快乐的，是满有能力的。主啊，阮知，阮时常真欠缺用祈祷来敲找圣神的感动甲快乐。恳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阮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着爱认定上帝你伫宝座顶面的能力，通过圣神的运行，伫阮每一个人正人的生命中间，拢有法度通显明上帝你的荣耀。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伫学乐、伫上赞、伫阮的生命用见证、用分享的中间，互看出圣神运行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安慰忧伤者。甚至会当帮助破碎的圣的灵，会当重新搁一摆活起来。恳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赏赐阮快乐。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面前，亲近主你的时，阮也要学习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坐。这是咱用新的改名，咱做来改变咱的信用。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要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觉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时咱三角来学乐，主你阳光充满天，请咱起立。我
请坐。即时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50篇记载伫以赛亚61章，我来启，你来引。至悬的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食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的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即时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因要所献的诗是去报扬。感谢圣乐队的学乐，愿咱会当勇敢来报扬。这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罗马书8章28节，8章28节到30节。咱做来看。搁咱知万行事三角来互相上帝的人得到利益，
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因为伊所大声知影的，就大声定着，因甲伊的囝会像共款，互伊伫侪侪兄弟中间做大囝。佮所大声定着的，就调因；所调的就称做义；所称做义的，就因有荣光。咱圣经读到遮，愿上帝听听伊话语的人祝福伊。这时，咱请牧师来证道。弟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个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那个承恩声音可以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创造生命的主宰，伫你面前，生命永远活地的真理、福音，互阮会当被创造的人，会当搁一摆透过亲近主你，通得到生命的亮光、生命的流失。主啊，阮需要倒转归向主你，相信你是满有能力的真神，亲像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捌讲：主你是生命流失，到主你遐去的，的确袂枵。信主你的人永远袂喙焦。主啊，虽然阮决心承认主你是阮生命的主，总是阮的生命却常常活伫用这个世间所处理的方式。在面对生活、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直到阮的生命无法度通靠上帝你所享受丰富的能力，运用权柄来做好的管理。恳求上帝你怜悯阮，赦免阮的罪，互阮常常虽然因为袂记得上帝你拣选阮，但总是阮要阁要清楚知影，阮要安怎样认知上帝你拣选阮，成做你的选民。是尊贵服侍上帝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环境的内底，属伫上帝你的选民。愿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有这个身份的时，阮爱知影，这拢是上帝你美好的应允甲安排。你要爱阮的生命，通过伫世间的年日，就行出黑暗的生命的深坑，无怨妒，无纷争，无欺骗，无伤害。反倒等，阮着爱学习，进入伫上帝你所享受人活命，满有美好品格的生命。愿上帝你帮助阮，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摆来洗净阮的罪。通过上帝圣神的引带，互阮所看见上帝的荣光。主你对人的听甲帮助，愿你祝福伫即时每一个听探主你话语的兄弟姊妹，祝福因。互因有平安，互因有快乐，互因成做上帝你蒙恩的囝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各位兄弟，大家中秋节快乐！伫这中秋节的节期，我相信大家人拢有项目，无项目嘛，至少有全家团圆。若无全家团圆吼，至少你是甲上帝这个疼的大家庭，大家做伙团圆。我相信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所以每一礼拜咱会当来到主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伊。我相信咱拢有活出，就爱活出上帝所喜爱的生命，就是看到彼此就爱有喜乐无？哎啦，甲你边的人看一下哈，看他的脸上有没有荣光啊，有没有喜乐的荣光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有平安的人。所以咱的生命就爱常常显明。咱的生命是真正有上帝类似的生命，有上帝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所以今日牧师要跟咱继续来分享，上帝所创造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另外一种的特色，特色。什么特色？就是会晓去分享主的话，甚至佫会当甲主同工啊。咱伫顶摆牧师跟咱分享那个 PPT， 点一下。顶摆牧师跟咱分享两个主题。有关系到上帝所创造的人，创造咱生命的目的，应该有的一个形象，就是咱会知影，咱爱是拥有管理上帝所创造万项物的啥权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有管理的责任。
最基本的，咱就是管理家己嘛，对不？好，特别你到年岁到40以后，到几岁了后，你会开始发觉你的生命状态无啥相款，你会去食保养品，你管理家己的生命。当你成家了后，你有你家庭，你有你的另外一半，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环境，你拢爱去做管理。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去做好的管理，因为当你若管理了好，自然上帝就甲你祝福。啊，我会记细汉吼，我的老爸常常带阮就是做饲鸡啊，饲遐动物精师。啊，我咧想讲，啊爸爸，我拢无法当佚佗呢，拢无法当安尼放松一下呢。伊讲吼，你若咧食这物件，你有感觉好食无？我讲有啊，足好食的，拢感觉含咧菜市仔买无啥像的。伊讲对啊，因为你付出管理的时间，你付出心力，上帝就安怎甲你祝福。同款做事人嘛相款，虽然是看天食饭，但是伊若无要常常去固守伊的餐园，才会菜色，伊敢种会出来好的农作物，其实是无法度的。所以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了解，管理上帝所创造世间上的万象物，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权柄。但是咱有做好的管理无？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第二项，咱了解，咱就爱成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彰显上帝国度的权柄与荣耀。我讲着这两个主题，其实你敢有法度体会到，甚至认知讲，我要好好来管理，甚至我要好好来成做一个服侍主的好工人，君尊的祭司。你会想要服侍的举手？好像只有几位哦，不见得嘛。哦，对，请放下，没关系。这就是我要甲咱讲的，因为很多时候有真侪时阵，咱无拄拄会看遮会最要紧。但是其实这个物件往往是因为咱内底罪性，咱无法当体会到底上帝做咱的目的。为什么我爱做这个代志？为什么？所以啥呢？圣经甲咱讲，咱的犯罪会亏欠上帝应要啦。所以兄弟姊妹，顶一次牧师甲咱讲，情商重要 ，EQ， 情商跟 IQ 哪一个比较重要？那讲到能力吼，要提升吼 ，IQ 较重要。啊，那讲到 EQ 咧，我个人是感觉啦，有高 IQ 吼，那无 EQ 吼，无路用啊。你若个看即摆吼，咱看新闻节目吼，政治人物吼，边有两个是医生哦，一个是即个警察的吼，做警察的。你看我无共哦，倒一个人 EQ 较好吼，最后拢安怎？就算伊无啥能力吼，但是最后民调敢若佫起来呢？你看哦 ，EQ 好的人哈，他就算 IQ 能力不佳哈，他也会领先哦，慢慢领先哦。我哪里想讲哦，顶一次牧师甲咱分享，咱知影美国前总统这个啥小布希有无？伊的 IQ 被评定只有91耶，90以下就是 IQ 有问题嘞。但是伊却是一个足好的总统，因为伊的 EQ 足悬。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 EQ 一定要大于 IQ 啦，能力吼含慢无要紧啦，但是至少你的情感吼，你是有情感的，因为上帝创造咱的生命就是有一个情感伫咧，这个情感是啥？咱做伙来看吼，圣经内面的申命记32章9到10节安怎讲呢？讲因为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就是雅各。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吼叫之地之荒地遇见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就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在咱拢真熟。圣经内底伊安怎讲？耶和华的份业，这个份业是啥？这个份业代表是耶和华上帝所拥有的一部分啊，就是伊的百姓。上帝有拥有了你无？感谢主，只有一个敢说有，大家说没有，我不属于耶和华的，我不属上帝的，我不属大桥教会的，所以我为非作歹，没人知道。大家要记得哦，我们是属神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的上帝。耶和华上帝讲，耶和华的份，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上帝所拥有的一部分。他的产业就是雅各。你也知影哦，雅各是啥？你要看头前迄句，雅各是伊的百姓，雅各嘛是伊的产业。你有相信你是上帝的产业无？无拄拄，
有的人会认为讲，我都无能力啊，我哪有需要服侍上帝？我嘛无钱啊，我哪有需要奉献给上帝？因为你不觉得你是上帝的产业，敢唔是安尼？其实有诶哦，有真侪基督徒伊无认为伊是上帝产业，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是安怎？我认为伊无管理忧郁症啊，因为你无管理忧郁症的原因是啥？你敢若想讲要安怎做工就想袂赴啊，你还阁有时间咧想其他的代志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咱的生命爱知影，你是上帝的产业，你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会对你负责呢。上帝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来荣耀神呢？所以兄弟姊妹，第10节讲耶和华在旷野之地，以空旷野兽吼叫之荒地，遇见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代表是这是人的身躯内底，这目睭人内底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部分，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上帝最宝贝的产业。咱拢是上帝最宝贵的产业，所以咱今仔日咱来为着咱的姊妹玉成来祈祷，因为伊破病，所以软只无法度的时阵，感谢主，咱毋若为着咱的姊妹祈祷，咱今日看到这丽轩来甲阮带，阮长讲，来丽轩，你可以的。它就是上帝最好的产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爱咱的生命，就爱活出一个真要紧。这段圣经在讲到3个最重要的生命的特色。第一项，我们是上帝所拥有的儿女，阿们。所以你通烦恼你的代志无？爱无？莫甲我讲你的烦恼啦，爱了解无？你莫甲我讲你的烦恼，你爱相信讲你有咧将你的需要安怎？交托给上帝，你烦恼的代志交托给上帝无？所以兄弟姊妹，第2项，咱拢是伊的产业，这是咱头拄所看的圣经在，每一个人拢爱认知你是上帝的产业。所以你要安怎好好管理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会当恢复、调整脚步，互你的生命会当更较步上轨道来荣耀神。第3项，伊有对咱有关心无？有啊，伊甲咱看做那眼中的瞳人，遮尔那宝贝。四处在环绕我们，在荒野之地呢，知影无？这是旷野之地呢，野兽吼叫之地，充满危险里面呢。上帝有安怎要甲咱顾守，所以你免烦恼。我讲的你免烦恼，不是一个过度理想化，不是过度安怎，太过于什么一个是，太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是，迄是一个。圣经就咧甲咱教导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咱的了解，我真意爱这个20世纪中国教会一个真有影响咱的教会领袖，叫做尼托森。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啥？伊讲上帝应许的话，就像现金款一样，是可以拿来用的。你敢知影上帝的应许，上帝应允是真实的。上帝应允啥？亲像咱头拄所看。上帝应允要互你生命唔免烦恼，你有相信无啊？你若无要相信你就那像你就无法当亲像这句话所讲的迄个现金款什么是现金款？现金是用得到的啦。若是有的人拢爱开空头支票的，有无？迄就是安怎？迄就唔是现金款啦。所以咱要知影上帝应允的话，那亲像现金款一样，迄是用得到的。你免烦恼，上帝就是会当互你来摕来用的。所以你要知影，你的生命就爱常常思考2项代志。你的生命有咧分享上帝的话无？基督徒的生命，你若无要看圣经，你无法当了解上帝的话是啥。你若无要灵修，你若无要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你无法当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上帝做人爱人分享伊的话语，甚至甲伊做为同工？我认为就是2个重点，就是跟上帝要跟人永远同在。上帝有甲你相隔伫地无？咱常常讲上帝有甲我相隔伫地啊，但是有当时咱若面对问题的时阵拢看起来敢若上帝甲你不同在一样，怕得要死啊！超烦呐，有无？你觉得那些事情像上帝与你同在吗？
不像啊。吼，迄拢看起来拢像咧靠你家己的想法咧做代志啊。所以吼，我认为吼，上帝既然创造了咱，伊毋若为咱负责任。安尼，当咱要做教会突破的代志的时阵，咱有真侪项代志，咱爱常常思考。上帝若甲咱三甲伫地，那就是与我同住在一起啊。他应该知道我的需要跟困难啊。所以呢，要不要一起合作啊？要嘛。上帝要我们爱他，那我们就爱他；上帝要我们爱这个人，我们就爱这个人。所以兄弟姊妹，《使徒行传》18章第9节到第10节安怎讲？伊讲没事。住伫异象的中间，对保罗讲哦，讲唔免惊，只要讲，不要沉默。沉默今日无来。哦，伫楼骹交代，好，不要沉默。有真侪时阵哈，基督徒常常都是很害怕的哦。在异象当中，我好害怕，我不敢讲，而且我保持沉默就好了。这好像3个，我们好像都做反向的呢。我会怕，我不敢讲。我保持沉默就好。兄弟姊妹，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该讲哦。咱拢常常活伫上帝异象的中间，在体会什么叫做福音。基督徒咧领受福音，就是爱学习，亲像主伫异象的中间对保罗讲的，伊讲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于我的人。你家讲的属于我的人什么意思？我觉得上帝已经把他的国度显明给我们看。所以当你伫教会内底，你唔敢做，你会惊，无要紧，你来牧师的面头前，来属灵的长辈的面头前，沉默来了。这位就是我们的沉默弟兄哈。因为我们有新朋友，我们也介绍一下了哈。那我们刚好讲到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了。好，所以沉默大哥不要介意，牧师不是故意点到你哈。所以咱来知影，我们都是与主同在的人。所以咱既然甲上帝三甲伫地，咱来知影，咱的环境、咱的教会，既然有人伊敢安尼去冲为主来做美好的干净，那我们就学习嘛，我们就跟嘛。好，因为上帝的亲像咱所看这段圣经在咧讲的，无人会当甲你害啦，因为这城内底吼有属伫我的人。这是注定没事在甲保罗讲，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人会当甲上帝同工无？会使无？其实是会使的，因为上帝拢一直咧用圣经在咧甲咱提醒，甚至用这个方法咧甲咱教导，安怎互咱会当创造改变咱所处的环境。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工课，互上帝国降临。咱的祈祷吼，他多牧师多年来做主的祈祷文，求安那上帝的国安怎，甲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上，那亲像啥？天灵嘛。所以咱咧做这个祈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让我们世上所行的，是真的就像行在天上一样，毋是行伫地面上，行东行西，嘛无要传福音，拢过感觉跟一般人拢差不多。那我感觉。安尼毋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牧师较爱用这个现代台语汉字版的，这是2021年的翻译，较白话，嘛较容易去理解。伊讲，咱知影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弟兄弟姊妹，圣经讲万行事互相效力啊，万行事互相运作啊，什么意思？是什么人？什么人效力的？来哦，你若已经知影的人吼，3万姐讲的哦，我佮问一摆哦，万行事互相运作效力，是什么人？什么人效力的？你注意看，哈？什么人？上帝哦，唔是啦。什么款的人可以当互相效力啊？无、哦，爱上帝的人啊，听上帝的人啊，你有看过无？迄无听上帝的人吼，伊会自甘堕落、哦，有无？伊就算软正善食，伊会放弃家己哦，有
有无？但是若疼上帝的人，伊敢会放弃家己？袂啊！伊就算搁较安怎善，伊就知影上帝帮助伊啊。伊就算性命搁较安怎软只，伊嘛知影伊会靠上帝，上帝要家己救啊。但是哦，若无疼上帝的人，伊毋是安尼呢。所以万行事互相运作效力，互遐个注意哦，伊是讲互遐个疼上帝的人，毋是互迄个无疼上帝的人。所以迄若无疼上帝的人，伊就是互相怨妒、互相埋怨、互相攻击、互相欺骗。所以圣经安怎讲？讲万行事互相效力，是遐个啥？疼上帝的人，互遐个人照家己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上帝旨意选调的，拢安那，拢有利益。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有欠亏时，毋免惊，上帝甲你补足。但是你该甲伊讲哦，但是你爱听主哦，你爱甲讲哦，你爱听主哦。所以吼，我常常有当时咧思考吼。有个人会为着奉献吼，会伫遐斤斤计较。我过去我嘛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但是当我看见我身躯边的人，我的亲人，伊安怎咧奉献互上帝的时阵，伊袂斤斤计较的时阵，我终于较了解什么叫做万行事互相效力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真正认捌上帝爱咱的生命，每一个信徒都爱抓条圣经的应允。唔通干那顾前无顾后。虽然咱讲按着标杆往前跑，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拢爱了解，咱是安怎在享受上帝所予咱的权利。咱所看到万行事互相效力，这就是咱的权利啊。但是哦，后壁迄句啥，疼主的人，这是义务咧。你若无疼主，你若无尽到这个义务，我甲你讲，你的权利你嘛得袂到。所以兄弟姊妹，服侍上帝敢是一个义务？敢是？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看一下哦，甲问一下哦，服侍上帝敢是义务？是不是义务啊？其实是义务诶。我告诉各位，真的是义务诶。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哈，上帝的应许哈，是的管理我们拥有的权利跟义务两方面，我们都要尽到。为什么？万行事互相效力，是爱咱会当伫互相彼此帮助的中间。咱若无尽到疼上帝的心啊，你达袂到要疼一个人，你疼袂落啊。你若有疼上帝的心，我来讲，搁较困难的代志，你就做会落，你就有法当靠主来得胜。所以兄弟姊妹，敢讲你若无要疼上帝，你有法度通尽到这个义务吗？无可能。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伊无法度服侍上帝？哎，你了解我的意思无？因为伊无够疼主，敢毋是安尼？所以我认为疼主的人，伊搁较怎，伊拢有法度通安怎？为着要疼主，搁较歹疼的人，我嘛疼会落呢。所以兄弟姊妹，疼上帝的人会晓去互相帮助人，甚至互相效力，来得到生命利益。咱教会伫10月18甲10月25，咱要办这个叫做“洗手爱无限”哦。咱今年咱有任领32号，32号咱要伫10月18甲25，伫拜三的早起11点到12点，咱教会要咱的同工要办这个叫做“香膏人生”啊吼，对，邀请这个李民，伊来到教会来摕这1000块的礼金，啊，这个礼金有500块是由 TVBS 王雪红基金会因迄边来奉献的，啊，另外500块就是互咱愿意认领的人关心这项代志，教会会当来做伙参与。所以呢，斗起来就是1000块，啊，来祝福伫遮的善者的人，因需要的人。啊，所以呢，咱这个活动真好，啊嘛真期待。目前吼，咱的教会总共即马是6个啦吼。那假使你有负担，你若感觉讲，我嘛会当将我的饮料啦，吼，将我这个享受的一部分，甲伊省落来，啊，然后我嘛会当来认领。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大家人做伙参与的工课。北部台北有一间教会，因的教会人数，因旧底
原底敢若认领100户啦，今年认领到200户。吼，所以因是靠着信心，毋拿家己教会哦，因搁招外口的朋友、搁里民有欢喜要来帮助这弱势的人做伙来参与。所以，牧师嘛邀请咱拢会当做伙来参与这项工课。我认为，当咱咧认捌上帝话语的时，咱来做伙来认捌上帝咧教导咱万项事互相效力，是意爱咱的性命，毋那会当拥有这个权利。吼，咱真意爱，当咱需要人帮助的时阵，你会希望有得到帮助无？有无？这就是你的权利嘛。上帝给我们做他儿女的权利，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透过旁边的人来帮助到我们。但是咱嘛得爱尽咱到该有的义务，就是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兄弟姊妹，我这礼拜吼，我带我的囝吼，在食饭的时阵，拄仔咧看到一个真趣味的这公司的一个节目吼，叫做《我的爸爸是流氓》啊。这节目一落去吼，这爸爸开始扯干辣椒吼，我的牧师娘讲，你可以用这个互囡仔看啦，吼，我就甲我的囡仔吼3个，我伫遐看，我硬去。这个爸爸吼真特别，因为伊的囝呢是互关公做客囝。这个故事其实是翻拍一本册吼，这是一个图书这个图书本吼的一本册，真正甲伊照实甲伊翻拍的一部电影，真趣味。但是伊内底咧讲的，这个囝伊的这个小乐吼，伊的囝呢是品学兼优，功课足好哦。但是伊细汉的时阵呢，大概到2年级、3年级，伊的爸爸吼，因为看到伊伫学校去互拍，所以呢就带伊的囝去刺青，甲伊刺青，刺甲足疼，了后就甲伊的囝讲人工人要拍你吼，你就甲伊显出来，互伊看安尼啦，吼。我的囝吼，大家拢伫遐看啥，拢伫遐看，喙拢开，拢无要食饭啦。我的牧师娘讲，你是咧创啥？咱互你的囝咧看这啦。我甲我的牧师娘讲，我讲毋是安尼。我要互我的囝了解，面对即个社会有真侪囡仔甲伊的同学，伊看到这个代志，伊毋通感觉奇怪。我希望伊有抵抗力，因为伊的老爸，我的囝，伊的老爸，我国中的时候，我嘛真爱相拍，我嘛爱扯干辣椒，讲歹听话啊。但是我认为是上帝救了我，所以我认为我无爱我的囝去感觉伊家己堪人是较无共款。我爱我的囝堪人是哪亲像做好朋友，我爱互伊了解，我爱互伊明白。所以当我咧看这中间，我感觉真趣味，互我体会到足深的感受。我的囝，我期待互伊哪来哪有疼心，甚至我爱伊享受看见上帝的荣光、上帝权能的开展。为什么我会安尼讲？昨我带我的囝儿去食饭的时阵，伫路边，当我要去食这间餐厅的店吼，食火锅的时阵吼，我的囝儿我看讲，哇，停车无好停吼，我看莫食，咱来买便当就好啊，较简单。阮就讲，咱先来找一个停车位啦。阮囝就讲，爸爸，你答应阮，我要食迄呢。我讲好啦，无来找看倒有停车位啦。找吼，原底我要去迄间吼，讲你看无停车位，行，咱行。就行去了呢，听着因安尼讲吼，讲歹势啊，讲答应的，讲食言吼，佮翻头转来。当阮咧找停车位的时候，我的囝就讲：上帝爸爸帮助我们哦。我足意外，顶摆牧师甲咱分享吼，找停车位，迄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啊。但是即摆是上帝互我的囝儿去甲我讲，上帝爸爸，我深深体会到，我着爱靠信心，我着爱甲我的囝儿讲，好，咱来食，咱来找，靠信心，翻头我转来，拄啊好是迄间火锅店的门骹口一个位啦，有奇妙无？因为阮当经过时是无的哦。无的时阵，我认为讲无好啊，卖啦，咱卖食这啦，买便当就好啦。但是上帝就是遮尔奇妙。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常常咧体会无？当昨阮食饱了后，阮带因去买一个生活用品，爱去一个保养买一个物件。去保养的时阵，讲来哦，我们又要来找停车位了哦。他们就说：上帝爸爸，我告诉你，奇妙事情就这么发生。翻头倒转到伫保养门骹口西门路遐，搁真正门骹口一个位，
但是这个位更较特别，是因为我翻头回来说，宝贝啊，没有位置呢，上帝爸爸啊！看到一台那个汽车准备闪黄灯，准备要走，你会感觉足奇妙。当你咧宣告的中间，上帝就甲你陪伴。兄弟姊妹，我相信，毋是无拄拄，咱每一摆拢是安尼。但是我认为，当咱欢喜甲上帝求讨的时，上帝的确要赏赐互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形象啊相款，通互伊的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这是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做大囝，爱了解无？但是伊讲第30节讲，佮伊有先决定的人，伊嘛甲因警调，伊警调的人，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做宣判做义人的。伊嘛，互因得到荣光。我感觉这是足清楚的意思。咱拢是上帝的囝儿，阿免。咱拢含耶稣基督同款，咱拢爱有迄个形象啦。甚至毋若有迄个形象，30节讲的，咱得想款含耶稣基督应该爱有的荣光啊。什么叫做耶稣基督该有的荣光？耶稣会不会行神迹？那你觉得耶稣的神迹，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不对？那你有没有那种自信啊？靠主的信心啊，对不对？就算这个神迹好像没有发生的时候，但是你依然得胜的生命在你里头啊。你们兄弟姊妹，我听到一个故事，我真感动。咱知影澎湖吼，北部澎湖岛吼，伊的北部吼有一个叫做贝吉岛，你敢知影？吉贝岛，说错了，吉贝岛。这个岛屿内底的每一个查甫人吼，内底的男性吼，渔民啊，因差不多吼一工来掠鱼吼，可能爱搁辛苦2-3工啊，因为因拢时常爱看海象吼，来决定是不是爱去掠鱼啊。所以底下的人民吼非常的辛苦，掠鱼的人民非常的辛苦。底下的细囝儿嘛是真辛苦，因为呢，因的老爸拢常常出外，甚至无法度通顾厝哩。所以，伫迄个所在非常的艰苦的生活。内底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做白宝珠，这真老啊，伊伫真年老的中间呢，互一个叫做穆玲玲，咱看到这个左手边这个上倒手边这个穆玲玲姐妹，伊服务这个澎湖吉贝岛这个所在，伊咧做1919的这个陪读班，亲像咱即摆咧做这个辅导这囡仔会邀请因有机会来教会读册，因辅导因这囡仔做陪读班，因做这陪读班将近19年久哦，这个穆玲玲，为什么伊会做遮久？伊伫少年的时阵，就是受到这个宣教师白宝珠一个行动真感动，因为这白宝珠已经老啊，老的时阵呢，因这岛屿的人民吼，就甲伊讲宣教师啊，你遮辛苦嘛，已经年老啊吼。你倒转去美国吼，去治疗啦，伫遐过退休吼，安尼较好啦。伊安怎讲？伊讲我的故乡伫天国，对美国到天国，或是对澎湖到天国，毋是拢共款。因为即句话，互即个穆玲玲即个姊妹伫少年细汉的时阵，就受感动，所以伊感动了后，伊早就去读神学院。但是呢，伊感觉伊不配，他不配能够像这个宣教师一样，能够在这个牧养神的羊群或传福音的工作上。所以后来伊先去做工作，就是去做学校，也是安亲班、补教界做英文的老师。伫遐将近7年的时间，伊做了后，伊认为，伫伊上黑暗的时阵，上帝已经陪伴伊好势。会当来做更较好的工作，所以伊就倒转去到伫吉贝岛的所在来做关怀这细囝。兄弟姊妹，这个穆玲玲伊想到讲我著奉献予上帝伊最后伊是嫁互这吉贝岛的一个查甫人伫遐一个渔夫啦掠鱼的。了后呢，伫遐伊建立一个叫基督教浸信会吉贝教会。
设立这个陪读班，但是无拍算。伊当伊开始要适应这个岛屿的生活的时阵，却迎来了伊人生上大的困难。就是呢，伊结婚无到3冬，伊的先生吼，伊的先生就胃癌嘛。后来手术了后，一个月后就过身去啊。留了一个岁半的囡仔，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穆玲玲吼，这个姊妹，这个宣教师，伊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旅程。有数不尽的恩典，若毋是上帝吼，伊无法度通带一个1岁半的囡仔通行过这个路。所以咧，伊甚至认为，伊咧陪伴这个弱势的囡仔，伊更加阁有信心甲气力，伊有法度通面对。兄弟姊妹，这个穆玲玲宣教师，伊咧分享，你看伊安怎样伫一个基北岛非常小的岛屿，有真欠缺医疗的资源。甚至有真侪欠缺资源，伊拢无法当亲像咱伫台湾遮好的所在，通好做宣讲，但是却愿意安尼委身来奉献予主。伊讲，上帝的疼比风暴更较大，互伊会当不断来继续向前迈进。所以兄弟姊妹，疼上帝的人有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特色无？要不要？你要哦。牧师鼓励各位。咱着爱常常昆读圣经去体会，我期待我的生命会安怎学习，亲像耶稣基督相款，万行事互相效力。咱知影诗歌，那逐条歌拢是喜乐的歌曲哈，你会喜欢吗？你不会喜欢呐，就是有时候要有哀歌嘛，对不对？有哀歌，你才会有心里面的感动嘛，对不对？那逐条拢做欢喜哦，你是咧跳上，你是咧丢上哦。你会觉得有时候那哀歌，你会感觉到哇，就是让我很想流眼泪，特别的感动。咱知影机械哈，机械的运作动能量是怎么来的？要不要齿轮？爱气啊，爱有气压轮。那无气压轮，伊无法度安怎？它没有办法带动。所以呢，咱的生命有当时那亲像这齿轮相款，或许不是那么的圆滑。可是我们透过彼此的搅动，彼此互相生命的困难处，我们彼此互相激励。我相信上帝拢要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来磨练出好的生命。我真意爱耶稣伊伫咧对门徒洗脚的时阵讲的一句话，伊讲啥？伊讲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知道。彼得甲耶稣讲：耶稣啊，你想要甲我洗脚啊？耶稣讲：我所做的，你即马唔知影，但是未来你会知影。我嘛常常咧体会，当教会咧起做咱的建堂的工课，伫遮2冬久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伊无真正了解咱教会对733项吼，敢是03项703项，到即个所在，其实有机会咱会当去问，去了解咱教会安怎伫建堂的中间。甚至咱经过4个月中间伫活动中心，甚至咱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买了后，要安怎买？迄个过程真正是充满侪坎坷。但是我认为上帝真正听咱，为咱备办真正是超越过咱所想象的。所以兄弟姊妹，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安尼讲：末了，弟兄们要喜乐，要被成全，要受安慰，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上帝要甲咱三合伫地，充满和平疼的上帝要甲咱三合伫地，需要咱保持有一粒喜乐的心，彼此成全，也就是彼此补满。咱唔是要互相彼此比较啦，你较敖，我较敖，我较输，什么人较敖无啦？若无彼此补满补足。迄种的争论，迄种的解说，拢无路用啦。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学习。哥林多人因欠缺疼，因为破坏有侪人伫迄中间咧破坏人的价值，用侪袂晓人的观念。但是保罗，使徒保罗，为着要互疼甲和平的上帝，会当甲遮个人相合做伙，常常地甲因问好，常常地甲因鼓励。期待因的生命，就爱有上帝疼甲平安，就爱互相激励，
来互人的生命来得到造就。愿上帝帮助咱的生命，学习去分享福音，分享主的疼，来带领厝邻的人，会当相合来建立一个属灵的祭坛。牧师要邀请咱要做伙会当来唱一条诗歌，这条歌伫咱的成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伊讲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拢着进前来归主，免惊。地面上万行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第2节，天顶主宰，极大权能，治理万邦，执掌权柄，全地顺叹，服侍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这是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坐伙做咧吟这条歌，咱用一个有信心、有气力、有能力的方式不要太拖，要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来唱这首诗歌。来，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正归主免惊，地球万类同心服侍，上帝应该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地主宰，敬大光明，治理万邦，执掌权柄，全地顺叹，服侍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并且团队无分地位，服侍上帝，福乐百贵，众人拢总这声音讲，伊名作主应该敬奉，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无变，众人感情无也无息，历代先祖全部拢知，主的功劳第一伟大，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感谢你怜悯人的心，拣选阮的生命，为当互迄个丰富的婚约，领受到耶稣基督救赎阮生命的保惠甲恩典，会当将这款的福分赏赐互阮。阮要恳求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所带互阮内心的感动，阮嘛要恳求你，圣神来帮助阮学习彼此鼓励，互相伫基督的中间三听三劝勉，同心服侍主，用阮的生命来与人做见证，用阮的生命是顶头生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有气力的生命，是有信心伫未来的生命道路内底，要为主尽心尽力奉献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来传扬主上帝你疼人的福音，因为你应允阮，互阮的生命通得救，通得到有愿望的人生。阮也就爱将这款的生命来分享出去，甲主你做伙同工。听阮恳求的上帝，愿你嘛赏赐医治、平安、健康的生命，伫阮大桥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位长执，互因伫世间的年日，伫社会工作的中间，毋免惊因本身生命的不足，要常常倚靠主，常常警醒信心的祈祷的中间，去经历上帝你
是甲因每一个人三甲之地的上帝，无论在的患难、病痛，拢袂为互阮甲上帝你的疼三甲隔绝。愿阮伫生活中常常活出拥有得救福音的生命。阮相信，众人也要因为这个来听见福音的奥妙。愿上帝你赐福阮，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百姓，坚固你所听的百姓。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听上帝的人，万人事都互相效力。这时，咱来奉献。伫咱中间，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请咱毋免来奉献。请咱做位起请立。咱起立。我将所有献予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靠主，三主三真高永远，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耶和听我尊贵救主，我所有奉献。咱做来纪念奉献的宣言。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内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前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移动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心情甲能力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咱来公道，咱公道时间，请咱献开咱的酒物来约。咱照咱的教会的公道事项，请咱开喙，咱做来祈祷。谢谢你，主感谢你，感谢你，会当做你今日是阮的福。是阮一生最大的幸福。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话正做阮头前的灯，像光。主啊，感谢你，以你时常伫阮的需要、阮困难的时阵，你是阮的帮衬。主啊，我感谢你。愿知你教会做事工，阮若无伫听主的人，这种的心是无法度做到互相会当来。三角办展互相效力，只有主你的听来感动阮，圣神引带，阮才会当安尼即款的心志来做服侍。阮
天主感谢，奉主耶稣的圣经求，阿门。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圣洁，你本是良善的，你用你的本质来创造我，我感谢你。你是配得我学乐你，我高举你，我感谢你，因为你做我代代帮衬。你的听是顺转，永远袂改变的。阮卡无你，亲像诗人讲，宁愿伫耶和华的殿院外口来过门一日，较赢伫住伫歹人的厝体1000日。阮的心切切，羡慕耶和华，亲像落羡慕溪水一样。心灵来得到饱足，洁净着阮的性命，会当得到阳光来做见证。虽然人的性命有受忧伤的时阵，嘛有辛苦病痛的时阵，嘛有失落的时阵，主耶和华，你的话是洁净阮的心，互阮的目睭会当光起来，互阮的心神嘛会当来快乐，嘛要互戆人会当得到智慧。得到温暖，得到安慰。我感谢你，我的青年渐渐来成长。伫阮所欠缺资源的时阵，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无论阮会拄到什么恶歹处理的青年问题，阮更加爱君对主来呼求你，因为阮知影，阮的智慧是无软弱、无教养的。但是，我们要恳求天父上帝来帮助阮有教养的智慧来解决，互人的心毋柔软来归向你。因为阮知影，即个世代有济人的心是丧向，因的心孤单，因的心无倚靠，因嘛有可能是家一个人的大。主啊，阮知影因的欠缺，因的需要，求你帮助阮。当阮咧做事工的时阵，主啊，求圣神带领因会当进入你所设立的教会来认捌你，得到你的疼痛，互因的心内有主，你来内住伫因的心内得到平安。互教会咧做关怀事工的时阵，嘛互因通得到陪伴，会当得到安慰。阮献上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时我来消息报告，咱下周的侍奉圣工的侍奉人员，请咱家己细字来看。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下周日就是10月7日，牧师要前往万荣华教会来请讲募款，请咱关心大道。伫10月7日下周，礼拜六的华语礼拜，咱暂停一周，请兄姐来注意者。第二。10月21日，拜六提摩太牧区要办户外活动，伫上午的时间8点半出发，费用200块，包括午餐甲保险。咱的详细内容，咱会楼骹1路公布栏，咱会当家己来看。第三，12月22日，主日了后11点到12点，要举办新楼社区的卫教讲座，主题是预防失智，个做伙来办桌游，请兄姐会当邀请大桥里的里面来做伙来参与。迄天当天咱有备中餐，请兄姐留步参加。第四，10月18、10月25，礼拜三上午11点到12点，咱教会要来举办洗手爱无限活动，主题是有拄则牧师有讲，要做香膏，要送迄个
礼馆，啊，要有做关怀陪伴吼，而且有时间无走动吼，啊，你有意愿来参与的吼，咱会当做伙来吼，咱会当咱的魔术会长来做来报名吼。咱看下面是奉献的部分，咱若有错误，请咱会当用咱的规矩来做订正吼。咱来看咱本周的就金句，咱台语含华语做读一解。咱个行书来互相地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我们晓得万事叫爱神的人得饶恕，就是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28节。我将时间交牧师吼。牧师来补充报告吼，咱伫10月22吼，迄礼拜日因为是即个预防失智的即个社区讲座吼，所以呢，咱迄礼拜的小组暂停，但是10月29号咱有继续吼，所以咱10月22是暂停，但是小组咱是10月29，咱有是继续啦吼，请咱注意一下。另外牧师伫遮吼，嘛邀请咱就是讲10月即个10月18号甲10月25号即个活动是非常的好，嘛是咱头一摆教会咱开始要做即个对外社区的工作，关怀遮的老人，甚至是有需要的人。所以呢，邀请咱吼，若是会使，咱会当来参与。你来看看，来认捌，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未来咱若人较多的时阵，咱有可能，因为咱即摆拢有含即个大桥里的里长吼，含活动中心拢有咧记接，甚至咱的同工嘛拢平常时有时间伊拢会过遐，含遐人做熟悉。所以未来，因为咱毋免烦恼讲教会空间无够啦，咱若是无够，拢是会当规遐去啦吼。安尼是教会会当做更较好的运用，嘛请咱会当继续来关心这项代志。另外即礼拜吼咱教会伫1楼的所在，咱阁有另外增加这2个4拍即个 spotlight 吼电话。那假使咱有小组，咱若有要做烤肉相关的活动，未来啦吼，咱拢会当使用咱的1楼的空间的所在，停车场的所在。即礼拜咱的青少年，因有将近10几位吼，10几位反应袂歹，逐个活动嘛真好，嘛真感谢主，甚至呢，因的嘛有囡仔阿嬷吼。即个长照转来吼，佮经过伫咧看伊的孙仔吼，伊的孙仔吼，佮甲讲阿嬷，你要食一个，我烘一个即个小羹仔吼，要食无吼？恩情啦吼，伊阿嬷足歹势，讲毋免啦，毋免啦，我无要紧。吼，伊的孙仔嘛真好咧，伫遐互伊的阿嬷认捌。伊阿嬷我讲阿嬷，我看你伫遮咧行，我讲无啦，我著想讲阮孙仔拢走来遮吼，无嘛来甲看一下吼，看到底咱即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吼。在创啥物会吼安尼，所以其实吼教会，咱着爱有机会，咱来关心这青少年，嘛有机会当鼓励因。互咱若是身躯边有一寡青少年，因伫学业上若袂爱读册，其实拢会当甲送来教会。阮拢有机会咱甲伊做伙做朋友，认捌，互因了解。像咱即个，像今日即拍即单贝斯的即中南咱拢真熟啊。因安怎伫教会是疫情期间。开始来教会长时间安尼吼，魔术还要服侍，佫是3种乐器的吼，吉他、贝斯佫要拍鼓，我感觉足感谢上帝。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来教会囡仔袂变歹啦，来教会囡仔袂变歹啦吼。其实反倒当咱来佫较侪机会，就是万行事互相效力的关系，就是安尼，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即个祝福其实就是圣经今日咧教导咱着常常掠条即个应允。咱常常着为着咱的家庭、厝里的囡仔、细囝来祈祷。所以咱伫活动教会即马接触所咧办的活动，嘛期待咱就会当做伙来参与，来甲因关心甲带导吼。咱伫遮嘛有即个新朋友吼，敢是上次有来，敢是志明，志明兄吼，咱佫一摆欢迎伊，欢迎他，欢迎他。志明兄也是住在这附近嘛吼。北区那有一段距离也感谢主
感谢主哈！怎么知道我们大桥教会？网络上看到的啦哈，是在归仁那边啦哈。是，好，欢迎他哦。我们待会会哈，我们也可以再跟黄志敏呐哈，志明这做好记的哈，所以大家都认识你了哈。好，咱等下咱互相请安的中间来给伊做一个请安呐哈。感觉有心，爱你哈，爱你来了好几次了。回来了，对，我们也会，非常欢迎他啦哈。伊之前拢伫台中工作，即马伫台南，伊即马咧做这个长照的训练工作哈，嘛是未来拢是做服务的工作，咱嘛为伊祈祷哈。好，还有没有啊？金玉老师也从德国回来了哈，牧师已经回来好几个礼拜了啦。对啊，但是金玉老师他不希望牧师多介绍，但是牧师比较鸡婆一点哈。好，那我们也欢迎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那我们也持续为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欠安的，包含妙玲姐啦，然后做化疗，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体的病痛，也为我们的金慧姐哈，今天也跟牧师讲说，牧师为我祷告，我们让大家一起来为你祷告，更多人的祷告更有能力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起立，互相请安哈，咱互相请安，互相请安。等下，三万姐生日啦吼，我先介绍一个，咱来唱一下生日快乐歌。10月份的寿星吼，吴爱岁囝吼，老三吼，个承恩、子轩、妙玲姐，还有小淑芳跟新天兄哈，我们都请他们起立好不好？请他们起立，我们唱生日快乐歌，为他们祝福。感谢赞美主，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是为要荣耀神。因为你经算阮，爱阮伫互相彼此效力的中间，互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主啊，阮要为着伫阮的亲人，伫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因伫生日的时，阮唔能主上帝你献上感恩。阮嘛要求上帝你祝福，伫因的爸母，甲因生落来，互因的爸母，互因伫这世间会当为着教会。嘛会当为着上帝国，会当加添一个产业。主愿上帝你祝福，伫阮在座，无论伫寿星、新天兄、淑芳姐，以及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子轩、妙玲、承恩，还有宇恩、嘉伟，我们恳求神，愿上帝你祝福因，互因唔有属天的智慧，伫世间的年日，为上帝你做美好的干净。嘛会当用因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愿上帝你赐福因，互因常常掠掉主你的应允，互因唔但有平安有健康，嘛互因常常伫祈祷中来明白上帝你创造因的生命意义，来为主你做干净，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愿上帝你听阮这个大桥教会，常常伫彼此关怀，伫生日的时，阮嘛互相欢喜，互相伫娱乐。互相伫祝福的中间来主恳求，求上帝你将这个平安的心赐福伫因，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邀请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唱这个祝福的歌吼，听互咱组织做聚会，感谢老师。
摆当咱唱听互咱组织做聚会，是要互咱会当用咱的生命做伙来迎光主上帝。所以这时嘛，邀请咱做伙来吟上咏的诗。我们将荣光归给我们圣父天上的上帝，迎光归圣杯上帝。愿恁出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互恁常常伫万项事，拢通因为听主的关系，来彼此做帮助者，互相相听，互相斗帮赞，互相相劝勉，互相相激励，互主听的福音来讲传出去。愿荣光归乎主上帝，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彼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Love.